年28洗邋遢，家居清潔常見陷阱。通常會係點咧？舉個手抹嘢嘅時候，膊頭唔舒服，條頸唔舒服，彎低腰，哎呀，條腰又頂唔順。嚟緊有兩個動作，希望可以幫到你安全度過大掃除。嚟緊呢個運動係增強髖關節嘅活動能力同埋對角線嘅旋轉能力。咁點樣做咧？晾高坐安全啲，之後曲膝90度，跨中間90度，腳踭着地，手撳地。咁我哋慢慢擺動，目標咧係轉到最盡，膝頭哥、腳腕都係90度位置。咁下盤向右轉嘅時候咧，左手俾黐力推向地下。咁下盤向左轉咧，右手出啲力推向地下，目標係一個對角線嘅伸展。喺呢個位置裏邊咧，右膊頭會扯住，右肋骨會扯住，左大髀會打開緊。如是者，每邊咧交替6至8下就可以啦。記住喎，呢個運動係大掃除前後應該要做嘅運動嚟㗎。嚟緊呢個動作係上身肩膊嘅伸展，提起個胸骨同埋增加身體嘅旋轉能力。揾啲地拖棍晾3足擺喺背脊，擺得低啲咧更加好。擺唔到咁低咧，晾喺頸後邊。最重要手板有冇俾力，跟住咧個手踭有冇向前推。當你手踭向前推嘅時候咧，其實膊頭已經外旋緊，間接咧改善你嗰個圓肩情況。咁我哋吸啖氣啦，呼氣咧就轉到盡，而個下盤唔喐嘅喎。再吸啖氣，再呼，成個過程咧手板俾緊力，手踭向前推緊，跟住手踭向前推嘅時候咧，個肋骨唔好頂出嚟喎，擺靚仔，呼氣再去。目標我哋每一邊做6至8下，睇下呢個運動可唔可以幫到你鬆解你個胸腔、肋骨同膊頭啦。